你呀，太让寡人失望了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！哎，王后，姐姐，王后，姐姐，王后，太医，太医，姐姐，姐姐，你怎么了？太医，太医，姐姐，姐姐，你别吓我，姐姐，太医，姐姐怎么了？太医。 赶快向大王禀报吧，王后有喜了。有喜了，姐姐。郭美人死了，让永相令好好的把她发送出去。老奴明白。他这个人心浮气躁，但又最贪恋奢华，怎么会甘心自杀呢？ 母亲，给寡人好好查查。是。眼下后宫总是出事，寡人正想，是不是该把这后宫重新交回给魏夫人主持？依老奴看，禀报大王，太医说王后有喜了。啊！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！ 马上告诉太医院，派2个最好的太医照料王后。是。这回好了，寡人要有嫡子了。大王，您刚才说主持后宫之人，若此时变动，恐怕对王后安胎不利。算了。 以后再说吧。希望寡人没有看错人。姐姐，你醒了。王后，姐姐你躺下，别动，要好好休息。为什么？ 你有喜啦！我有喜了。哎呀，真的，我真的有喜了。是。大王呢？大王知道吗？已经派人去通报大王了。 大王一定在怪我，樊少时因此遭斩，郭美人又自尽了，我没有管好后宫。今日的事，样样都撞到一起，不能怪你。可是，在大王心里，这些罪过，我是逃不掉的。让婢子不平的是。 今日之事明明是国美人他们冲撞王后，尹夫人在大王面前竟然不替王后分辨，反而替国美人他们说话。那个女人，我们惹不起，下次见到她，一定要多长个心眼儿。也算王后命好，竟然这个时候有孕。本来这次事情闹得这么大。 他无论如何都是难以翻身的。哼，姐姐，就算王后有孕，也抵不过国美人自尽和樊少时滚下台阶的错处，差一点儿是2条人命啊！啊，不对，是3条。这次啊，可够他们担待一阵子的了。哼，国美人自尽，那原也是阴差阳错。估计他本意也就是想闹一闹。 让王后难堪，谁想到，她竟会那么笨，踢翻了胡床，胡床居然卡住了门。好一阵侍女才推开门，结果假戏真做了。姐姐，我可是听说幕间正在拷问国美人身边的人，
万一侍女把真情说了，闹不好大王会怪罪的。有何真情？我们既没有将樊少使推下台阶，更没有让国美人上吊啊。姐姐说的是啊。不过反过来想想，王后这时候怀孕，没准是好事儿呢。王后怀了大王的嫡公子，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失了宠，那嫡公子生出来也是要讨人嫌的。姐姐，到时候你的公子华做太子，那可就是十拿九稳了呀。妹妹，你真会说话。姐姐今日如何？不好，这2日王后都不怎么肯吃东西，本来就害喜，吃了就吐，再加上心里烦闷，人就消瘦了许多。王后觉睡不踏实，听见脚步声人就惊醒，我们都不好说破。王后那是盼着大王呢。自从我怀孕，大王总共来我这里，也不过2次。唉，这孩子命真苦，还没出生，就和他娘亲一起被大王嫌弃了。王后别这么想，到底是大王的嫡公子，大王怎么会不心疼呢？只是眼下这些乌七八糟的事情搅和在一起，大王不得不对王后疏远，也好显出公平。什么公平？我又没做错什么事。王后是没做错，那芈月呢？事情不都是因她而起？她若不冒冒失失的去抓厨娘，那国美人能借着这个由头辱骂王后，樊少使能莫名其妙的摔倒，王后都是因为护着她，才惹出这些事端来。姑姑说的不对，有些事情不是我们想躲就能躲得开的。妹妹来了。外面的花开得好美，这是我采来给姐姐和肚子里的孩子看的。其实刚才玳瑁姑姑的话也不无道理，你我当日都太过冒失。我若能忍了一时之气，也不会落得如此地步。姐姐何苦要自怨自艾？妹妹从不愿意忍气吞声，更不赞成姐姐委曲求全。可如今这件事情都指向交房殿，我是有口难辩。我也觉得，那日是赶事，怎么会那么巧？特别是樊少使跌倒，真的有些奇怪。夫人，芈月来了，就说我身子未好，不宜见人。是。看来樊少使还在生我的气，妹妹算是上门赔罪了，行吗？以后人到了门口就不必通报了。是。小公子长得如此清秀伶俐，跟樊少使一个模子似的。跟我一样有什么好？还没出世就滚台阶。奶娘，先把小公子抱下去吧。是。那日和国美人发生口角，妹妹也是无奈。姐姐看到了，我并非挑衅之人，但事到临头躲也躲不过去。但无论怎样，惊吓到了姐姐和腹中的小公子总是不对的，所以妹妹做了件小衣裳，算是给姐姐赔罪了。真是难为你了，都是小孩子家的东西，还要你费心。
东西虽然粗糙，但也是芈月的一片心意。姐姐看看，这风川牡丹是你绣的？是。你用的是锁绣针法，绣得如此灵动，活色生香。就算是秦宫的头等绣女，也没几个有你这样的好针线的。都说樊少使是秦宫里1等1的巧手，什么针线都逃不过樊少使的慧眼。其实芈月的女工还是从小跟魁姑学的，望樊少使以后能多多指点。不敢谈什么指点，不过是比旁人多花了些心思罢了。记得我未出嫁时，曾给魏国国君绣了一件龙凤锦袍，魏国国君因为太过珍爱，除了祭祀大典，从来不舍得拿出来穿呢。看来芈月真是班门弄斧了。姐姐上次跌倒吃了大苦头，可芈月好奇，姐姐怀有身孕，出门走路怎么会这般不小心？哪里是我自己不小心的，分明就是有人要……若不是姐姐不小心，那就是另有原委了。那日王后责罚国美人，我心里害怕，慌不择路，所以这件事说到底还是我自己不小心，怨不得旁人的。听说那国美人的死因有了口供，经过刑讯拷问，侍女彩爱交代说，国美人其实并不想死，只是想吓唬人，想以此来要挟王后。阴差阳错，竟用胡床抵住了门，这才送了命。这个国美人，幸亏她死了，不然如何面对寡人？大王说的是。还有什么事没有告诉寡人？那日樊少使滚下台阶，怕是有人做了手脚。芈月告诉老奴，樊少使对滚下台阶之事一直耿耿于怀，但对如何跌倒的原因却是吞吞吐吐，其中定有蹊跷。这樊少使为何不肯说出实情呢？他必有难言之隐。芈月这个丫头不简单。有些事情，老奴也是自愧不如啊。好久没有去过王后处了，这会儿天色还早，去王后那儿吧。是，大王。去交房殿。王后，太医说这药是驱暑安神开胃的，王后这些日子吃不香睡不好，让人看了真是着急。天那么热，饭都吃不下，哪还吃得了这苦药？拿走，我不吃。药该吃还得吃，王后怎么可以耍小孩子脾气呢？臣妾见过大王。王后坐下别动。王后为何不肯吃药？药太苦了。确实是有点苦，良药苦口嘛。王后都快要做娘亲的人，得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儿着想。来，寡人喂你。
王后，王后，有件事，你要早做准备。何事？王后，您怀孕了，这一时半会儿还没办法侍寝。你若不安排应女服侍大王，魏夫人那边定不会闲着。弄不好，大王的心就被魏夫人那边的狐狸精给勾走了。大王近来对我宠爱有加，他心里想要别的女子，我自然不拦着。可你要我安排别的女子躺到他身边去，心里总是别扭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算了。乏了，想睡一会儿。王后合合眼吧，大王一会儿还要来用晚膳呢。玳瑁姑姑，依你看，让谁服侍大王为好？依奴婢看，不如按年纪大小来排列。孟昭氏最为年长，就安排她先为大王侍寝吧。依亲疏，应该是芈月，你怎么不提她？王后，您不是早就答应过芈月，绝不安排她服侍大王吗？我知道你心里在顾虑什么。算了，就依你吧。大王到！臣妾见过大王。不是说过了吗？如今你怀有身孕，以后就免礼吧。谢大王。大王，今日女医治告诉臣妾，凭脉象，臣妾怀的可能是男胎。男儿好，寡人期盼的就是你给大秦生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他在动了。看样子，王儿也想知道父王是不是喜欢他。寡人的嫡子怎能不喜欢？大王，臣妾今日特意让厨子烹制了楚国风味的鲫鱼汤，也不知是否合大王胃口。好，上菜吧。是。大王，请用。你是孟昭氏吧？大王好眼力，臣妾孟昭氏。味道不错。王后，大王，臣妾失礼了。王后怀着寡人的子嗣，王后辛苦了。此刻好了些吗？大王，只怕臣妾眼下不适宜侍奉大王用膳了，请大王恕臣妾告退。再准备一些酒菜，就让孟昭氏服侍大王用膳吧。不必了，大王。寡人还有政务要处理，王后好好歇息。是。
1个时辰后，寡人会派辇教来接孟昭氏。是。王后不必多礼。恭送大王。大王，坐。听说张仪出使楚国回来了。是，此刻他正在殿外候着。这家伙，哼，在楚国是遍地仇人。我以为弄不好他会把脑袋丢在那儿。看来他是个运气不错的家伙。快宣张仪进殿。是。如今张仪是秦国使臣，昭阳虽然与张仪有旧怨，但有晋上在中间斡旋，大约也不能将他如何。大王，张仪出使归来，拜见大王。长子免礼。楚弟子。长子坐。我站着吧。看长子神采奕奕，容光焕发，定是大有斩获。大王说的没错。楚王待微臣奉若上宾，美女酒肉伺候，张仪就趁机劝他与齐国断交，与我秦国结盟。那楚王可答应？微臣向楚王力陈与秦国结盟种种之好处，说的他是口服心服。他为了取信于秦，与齐国彻底断交，已经派勇士专门去辱骂齐军。可是楚王贪得无厌。这回怎么会如此痛快呢？微臣说，大秦会献600里于楚国。什么600里？自然是土地600里。哪里的土地600里？张仪让楚王相信是大秦的商於之地600里。张子出使之前有言在先。怎可没有大王允准，私自将600里秦地赠予楚国呢？大秦别的土地，在下无权处置，而这600里，张仪还是有权私自授受的。大胆张仪，几位秦国使臣一举一动都该秉承寡人之意，你竟然信口开河，胡言乱语，无端将我大秦国土当私家财物随意赠予。大王息怒，大王息怒。大王息怒，那楚王是个见利忘义之徒。张仪若不让他看到些许好处，他怎肯与齐国断交，与我秦国结盟呢？好大的口气！600里肥沃土地，是我大秦数代国君、几十万将士用性命换回来的，在你长子眼中，竟然只是些许好处。来人，把这个妄自尊大、矢口昌言的狂徒拿下！割去他的舌头！张子，木心，芈月，这是怎么了？这个家伙在宣誓殿得罪了大王，大王要割他舌头。张子。你不是出使楚国了吗？怎么刚刚回？天降大任于斯人，必先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，饿其体肤，割其舌头。哈哈哈哈！我张仪为秦国立下了不世之功，可惜世人见识鄙陋，赫赫之功换来了百般羞辱。你将秦国600里土地献于楚国，大王割你的舌头，已经是便宜你了。600里，张子。此事可当真？当真又如何？600里不过是个数字。我用我的600里换来了秦国和楚国结盟，明明是占了大便宜。糊涂人永远都算不清楚这笔账。你的600里，自然是我的600里。哦，我知道。
我知道你的600里。那既然如此，你为何不向大王讲明呢？我为何要向大王讲明啊？大王若是圣明，自然知道我张仪就是掉了脑袋也不会把秦国的土地轻易交给楚国。大王若是糊涂，多说又有何用？你这是拿性命在赌气。明君贤臣，心有灵犀，尽在不言之间。不和你这疯子辩了。木心，这是天大的误会，千万在这里等一等我，啊，等等我。月公主，月公主。大姐，我要见大王。大王正在和处理子商议国事。我要见大王，这事与大秦国事有关。大王正在气头上，我劝你最好不要趟这浑水。大监放心，我来专门是给大王去烦消气的。好，请吧。大王，拜见大王。你来有何事？芈月有要事向大王陈情。你若知趣，快给寡人退下。大王还不知芈月来意，便要将芈月赶出殿去。你是来给人说情的？芈月是来给大王贺喜的。何喜可贺？自古明君思贤若渴，诸国逐鹿中原，得人才者得天下。张仪国士无双，一人口舌抵过数名骁勇之将，朝中能有他这样的人才，是大王之大幸，秦国之大幸。张仪骨舌摇唇，无法无天，擅自将我大秦600里土地赠与楚王，即使寡之，也解不了寡人心头之恨。大王若为600里烦恼，大可不必。此600里非彼600里，大王误会了张仪的用心。什么此600里非彼600里？寡人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今年开春前，大王好像赏过张仪一块封地。不错。大王可还记得那块封地有多大？有多大？臣记得大概是3、5里吧。整整6里。大王大约也不记得那块封地在何处了。那地就在商於。张仪感激大王恩赐，给他取了个地名叫600。这次出使楚国，张仪用自己这600，骨舌摇唇说成600里，诱惑楚王弃其连秦。大王看，这张仪是该赏还是该罚？6里啊！600，6里。那楚王若是知道实情，肯定气得发疯了。寡人不怕他发疯，就是怕他不发疯。他一发疯就会乱来，他一乱来，就会死得更惨。这张仪太过桀骜不驯，他为何不早早说出实情呢？居然给寡人打哑谜，害得寡人气血冲头。寡人定要罚他。那大王打算如何罚他？还要取他的舌头解恨吗？木坚在。快给寡人传话，放了张仪，好生安抚。是。寡人过后要重重的赏他。张仪出使楚国，功绩赫赫，著于诸伯。寡人赐张仪月俸100斗，10亿千户。谢大王恩典。哎，大良造，你为何瞪视我张仪呀？明明是你张仪，对我目不转睛。我张仪对你目不转睛，是因为我想起来你欠在下一笔赌债还没还。赌债，小人得志。说得好，我张仪是小人，你大良造是君子。君子出言，
驷马难追呀！张仪，你休要张狂。既然我公孙衍与你有赌约在先，那我今日一定言而有信。不是，大良造，你这是何苦呢？张子，不，别，张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大王，我公孙衍愿赌服输，不就是想让我当众脱光身子爬3圈吗？好，我今天就爬了。胡闹！当初一句戏言，却要当真。朝堂之上，你们是要自己难堪，还是要寡人难堪？回大王，张仪本无此意，实在是大良造多心了。听到了没有，公孙衍？章子都已经说过了，不要意气用事。快把衣服穿好。大良造乃是寡人的大良造，你等都给寡人听好，谁敢再提赌约之事，寡人定不轻饶。是。蓉儿来信了，章子从楚国带来的。信上都说什么了？蓉儿说她很想念我们，日日刻苦读书，希望有一日能早早与我们团聚。1年不见了，蓉儿懂事多了。姐姐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看你这一身弄的。我刚才在花园里与公子撞比剑，我是木头剑，他是真剑，他占了我很大便宜。那公子壮是魏少使的独子，年纪比你还要小一些，你让让他就是了。快进屋，把衣服换了。我们离秦国越来越远了吧？可不是，再过半日啊，就到了齐国的地界了。公子还想回到秦国？我不知道，就是觉得我在那里还有未了之事。没关系，我们还会回到秦国的。就张子使计离间了齐楚之盟，楚王发现自己上当，恼羞成怒，已发兵10万，直奔武关。众爱卿，对此事有何意见？回大王，楚王大发雷霆，莽撞出兵，又无其他诸国相助，虽无交手，败绩已露。我等谋定而后动，以逸待劳，后之发，先之至，定能一举成功。大王，司马错愿领兵出征。大王，臣甘茂愿率兵伐楚。大良造，你意下如何？大王，既然张仪建议出兵，还是请大王定夺吧。大王，大王，请留步。大王，臣有话要说。说吧。臣猜测，这次出兵，大王本来属意大良造。寡人不是非他不可，而是想借势化解恩怨。可惜公孙衍却故作姿态，与寡人较量。大王不必为难。如今我大秦众志成城，臣愿意亲自领兵出征。你也不用亲自出马。寡人打算安排司马错为帅，去对付楚军。姐姐，姐姐，这么晚找我有事吗？妹妹可曾听说大王要出兵攻打楚国了？我听说了，是楚国发兵攻秦，秦国不得不出兵应战而已。
明明是张仪欺诈在先的，王兄才愤然出兵。眼下两军对峙，千钧一发，秦楚联盟即将破裂。如果此事能够劝说大王退让一步，这事端说不定可以化解。姐姐想让大王如何退让？说服大王，再派使者出使楚国，将那600里土地照承诺送过去，不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吗？姐姐糊涂，这600里土地，大王若想送，早就送过去了。眼下双方已经打算靠实力说话，若没打出个结果，谁肯退让？这可如何是好？此事只有静观其变，急也急不得。大王，魏夫人来了。她来何事？魏夫人说，她刚调制了一些熏香，送给大王驱蚊去暑。让她进来。是。大王，听说你又制香了。论调制熏香，宫里恐怕还真的没人比得上你。走吧。大王谬赞。这几日秋老虎厉害得很，臣妾新调制的这种香，驱虫醒脑有奇效。哼，待会儿让木剑给寡人点上试试。大王是否还记得，华儿出生在盛夏，因为是大王的第一个孩儿，格外疼爱，怕蚊蝇滋扰了华儿，大王亲自为他打扇。臣妾看了，既心疼大王，也心疼华儿，用了好几日，才调制出驱虫安神的熏香。是啊，转眼间，华儿已从咿呀学语的婴儿，长成气宇轩昂的大秦公子。身为长子，华儿一心想为大王分忧解难。华儿听说，大王近日准备伐楚，求我转告大王，他想同司马错一同出征，担当重任。好，华儿这个孩子越来越有出息了。谢大王。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束，却生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溺水暖，为水寒，换不回一人入骨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？去倾诉，是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，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。
生死再相负，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，愿为你永生永世守护。大王，请看，这地图上的国家，在周天子时代曾经有3000诸侯。自平王东迁以后，大国吞并小国，到了3家分晋的时候，就剩了20余家。势力最强的为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7家。此后，这国与国之间的形势，看似疆域时时在变，大国对峙之势却僵持了100余年没变。依张子所见，如今是不是又到了变的时候？这周天子之治与当今之事，大良造，大王在里面吗？大王正在与张子议事，我这就去通报。不忙，我就在此等候。大王可知道这种种变法的结果如何呢？都没有成功。为何不成功？变法害宗族之权，侵封臣之利，因此变法之臣不是不得好死，就是妥协退缩。就连我秦国的商君之法也差点落得个人死法亡。列国之中，诸君继位无不废新法复旧法，可只有大王您杀商君，却仍然推行新法。这意味着只有秦国才有可能成为破局之国，改变这天下的运势。正是。这意味着，不管结果怎样，都可以让君臣你我不枉此生，青史留名。大王说得好，大丈夫生当惊天动地，死则轰轰烈烈，绝不可无声无息，枉此一世啊！好，长子，敬你。敬大王。来。哎，大坚，别只想着给大王倒，还有张仪呢。老奴迟钝，竟忘了张子海量。禀报大王，战报来了，司马错与公子华率兵丹阳大捷，俘楚军统领躯干，大将军景翠与楚将70多人，斩首8万人，秦国得到了汉中郡。好，太好了。哦，大王，大良造公孙衍来了，让他进来。可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，又一声不吭的走了。算了，寡人过会儿再传他。是。母亲，老奴在。马上给寡人下旨，褒奖丹阳大捷的军中有功之臣。是。贺大王。来，张子。公子真替夫人争气。姐姐为何心情如此之好啊？妹妹来了。今日早朝，大王当着众人夸赞华儿勇冠3军，是降龙伏虎之人才。恭喜姐姐。华儿本来人才出众，这次得胜而归，他在大王心中的地位必然更不一般了。张仪以6里假设600里，骗楚王上当，楚国发兵讨伐，却又丢了汉中，这可真是个天大的笑话。可不是嘛。你听说了吗？今日大王在朝堂上还新设了官位。有这事儿？封张仪为相邦，封司马错为少上造大将军。相邦？相邦这个官位可是秦国从来都没有的呀。难道大王为了重用张仪，因人设事？
这连你都能看得出来呀。公孙衍原为大良造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，而如今权力三分，国政归张仪，军政归司马错，大良造的权力算是被架空了。如今公孙衍告病在家，不问朝政，大王对他也是越来越冷了。姐姐，大良造与我们同气连枝，他失势，那岂不就是你我失势吗？是啊，这也是眼下我最担心的事。大王政务繁忙，小臣只是偶然小恙，还有劳大王亲自登门探望，令微臣心中惶恐。爱卿是寡人肱骨之臣，爱卿久病不愈，大秦朝堂上不见大良造之踪影，实在让寡人食无味，寝无眠。大王言过其实了，我公孙衍如今在朝中，早已是无足轻重之人。啊，微臣刚刚听说丹阳大捷，还没来得及向大王贺喜。丹阳大捷，乃秦国君臣一心的结果。寡人历来深信，君王待臣子如手足，臣属待君王则如心腹，内外相依，上下相随，浑然一体。君王待臣子如犬马，臣属失君则如路人，陌路相逢，冷眼相对，君臣分离，背道而行。大秦若无君臣同心同德，哪有今日的成功？大王所言极是。上一次送来家书，王兄和母后的身体尚好，怎么才几个月就……都是张仪那小人害的，他卑鄙无耻，害我楚国，害我大王。说起来，还不是因为当年和氏璧失道，他在楚国曾经受辱，从此便对我楚国恨之入骨。大王在得知丹阳战败的消息后，便口吐鲜血，至今都卧床不起啊。当初我嫁到秦国，王兄和母后指望秦楚联姻，相互帮衬。不料才1年多光景，两国交恶，兵戎相见，难怪母后在信中会责骂淑儿无能。作为王后，一不能袒护母国，二不能阻止夫君近君子远小人，任凭张仪等奸诈之徒横行朝堂。淑儿实在是羞愧。王后不必自责，眼下就有一个机会，王后可为楚国周旋。请讲。只要秦王肯将被俘之楚将屈盖、景翠等人送回楚国，并归还汉中之地，这秦楚两国仍有重修旧好的机会啊。那伤于600里呢？这哑巴亏也只能楚国自己咽了。好，请转告王兄和母后，淑儿尽力而为。那在下告辞了。玳瑁姑姑，快给我梳妆，我要去见大王。王后现在就去，是否匆忙？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秦楚交恶，不然有朝一日我们会在秦国都抬不起头的。大王对王后宠爱有加，王后慢慢劝说，说不定大王会回心转意，跟楚国重交旧好。王后，魏夫人和魏少使求见。他们来做什么？黄鼠狼给鸡拜年，他们这会儿来定没安好心。那我告诉他们您身体不舒服。等等，还是见见吧。让他们进来。是。姑姑收好。好。
臣妾给王后请安了。难得两位姐姐来我这里，快赐座。是。王后怀着身孕，不必为我们忙碌。我们是去看唐夫人，正巧路过交房店，又因前一阵子臣妾得了一些上好的枣花蜜，想这东西安神最好，特地给王后带来。多谢两位姐姐惦记。其实我一直吃得香甜，睡得安稳，什么安息香、安神茶之类，在我这儿都是多余的。果真如此，那王后真是好福气，在这后宫里能像王后这样，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能够想得开的，掰着指头也数不出第二人来。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，有何想不开？人不一定做了亏心事才会想不开呀，人心贪婪，日思夜想也会坐立不安。臣妾就听说过楚国有蛇吞大象的奇观，魏夫人勿听谬传。王后是忘了，《山海经》中就有楚蛇吞象，3岁而出其骨之说呀。那是八蛇吞象，与楚国无关。哦，是吗？那贪图秦地600里，却丢了汉中600里的笑话，这总该与你们楚国有关吧？的确不是蛇吞象，那是猪吃老虎。这等蠢事被世人谈耻构笑，如坐针毡的滋味儿，王后该是领悟极深的。你们放肆！怎么，王后恼了臣妾？哎呦，臣妾跟魏少使本是真心来跟王后说闲话，给王后解闷儿的。若是讨不到王后的欢心，只能怪我等愚笨了。既然王后是心宽之人，臣妾说2句笑话，王后不爱听就当耳旁风便是了。其实这一阵子，宫里内外都在说那600里的笑话，大王听了数遍，依然说这笑话有趣得很。好了，王后安心养胎吧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珍珠，把这坛子扔出去！什么枣花蜜，明明是害人的毒药。是。王后不要理睬这等刁妇，他们就是故意来气你的，你气了就是招了他们的道。怀着身孕，凡事要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。我正是为了腹中的胎儿，才更忍不下这口气。我是楚国第一公主，嫁入秦宫为后，楚国兴，我则地位稳固；楚国弱，我则危机重重。那魏延还不是因为看到我王兄被张仪戏弄，丢了土地又兵败，才趁机来羞辱我。如若秦楚真的交恶，我这腹中的孩子也会受到牵连，前途堪忧。玳瑁姑姑，你去把芈月找来。我现在分寸全乱，我想要她给我出点主意。王后也太相信芈月了吧？世人皆知，芈月与那张仪往来甚密，害苦了我们楚国的就是张仪那小人。我不信芈月会眼看着母国衰败，那可说不准。玳瑁姑姑，给我梳妆，我要去见大王。此刻就去吗？此刻就去。一定要去吗？一定要去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哎，
的。为何？姐姐刚见了楚国使臣，就要去宣誓殿。那姐姐是以秦国王后的身份，还是以楚国公主的身份去见大王？自然是秦国王后的身份啊。那姐姐就要去恭贺大王，秦军丹阳大捷，获取汉中。你昏了头了？不是芈月昏头，是姐姐一时气血冲头，打算做绝不可做之事。我虽是秦国王后，但也是出身楚国的嫡公主。两国交恶，母国受到伤害，芈姝更该挺身而出，义不容辞。姐姐诧异，两国相争，姐姐若想说和，就该有适宜的说和之词。若只是一味的偏袒母国一边，会让人以为姐姐嘴上说自己是秦国王后，可行事却还是楚国公主。姐姐是后宫女子，嫁夫随夫，不该贸然干政。大王是我夫君，这事也是我家事。你若怕事，就不要去了。姐姐火急火燎，即便劝谏，也切不可情急。姐姐，姐姐，这次秦军占领了汉中，拔掉了楚国往日插在秦楚之间的楔子，将关中、汉中连成一片，对周边6国形成了居高临下的压迫态势。长子，你立下头功，寡人敬你一杯。谢大王。大王宏图在胸，张仪乃是局中一走卒罢了。敬长子，敬长子。王后，大王正在设宴庆贺丹阳大捷。我要见大王，让我进去。如果让王后进大殿，小的担待不起。让我进去。不能进，王后。让我进去。让他进来。臣妾参见大王。王后本该在交房殿安心养胎，贸然来此有何事？臣妾有要紧的话说给大王听。秦楚两国相邻，唇齿相依，双方兵刃相见，实在令人痛惜。眼下战事早已结束，王后用不着为此焦虑。既然战事已罢，难道大王就不想与楚国重修旧好？如何重修旧好？抚慰并释放俘虏的楚军兵将，归还楚国汉中之地。王后爱乡心切，希望两国交好，就不该让秦国割肉去补楚国的脓疮。秦楚两国交战，楚国出兵在先。如果这次赢家是楚国，难道楚国还会释放我秦军之将领，归还我秦国之土地吗？秦楚交恶都是因为你张仪行事不端，你怎有颜面立于朝堂之上，还说三道四？这里是秦国的朝堂，我张仪拿的是秦国的俸禄，我上对得起秦王，下对得起秦国的庶民，为何没有颜面呢？列强纷争，楚国乃强国之首，我张仪不去谋划那些小国，偏偏针对兵强国富的楚国，还不是因为楚国行事不堪，自取其辱？你张仪行骗，竟责怪我们楚国的不是。哎，楚国国君贪婪，与我秦国联姻，是为了贪图我大秦商於之地600里，数次讨要不成，企图联合齐国出兵伐秦。难道我秦国不该奋起反击吗？为王者厚德载道，臣妾恳求大王清除朝廷奸佞。寡人用人以德为本，满朝文武以忠为纲，何来的奸佞？世人皆知那张仪乃是反复无常的奸佞小人，秦国以他为相，定让列国笑话我秦国小人当道。大胆！我大秦建国数百年，从不允许妇人干政。你不识大体，强闯大殿，辱骂重臣，顶撞寡人，哪里配得上一国之母的身份？大王，臣妾苦口婆心，良言相劝，只求大王清除枉昧，以正纲常。闭嘴！王后已经神志不清，
来人，在。即刻送王后回宫，面壁思过。大王，王后身子重，大王，臣妾还有话，奴婢送您回宫。大王，臣妾还有话还没说完呢。王后，王后，快叫太医！禀大王，王后的脉象时速时缓，太微不可有大碍？臣已让女医治为王后扎了几针，以稳胎象。从今日起，王后不可随意走动，不可操劳忧心，更不可情绪大喜大怒。你们可听到了？奴婢不敢有任何怠慢。既然王后养胎，不可操劳忧心，这后宫事务还是重新交还给魏夫人，让唐夫人协助着办理。是。王后需要静养，从今日起，后宫嫔妃们来向王后请安，只在门外，不得入内。王后没有寡人之令，不得离开交房殿，大门给我关好，免得闲人打扰王后。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！姐姐，大王！夫人重掌后宫，可喜可贺。恭喜夫人！不过是王后不能理事，少不得再辛苦我一些，也好为大王分忧解难，为各位姐妹操心吧。姐妹们一向体谅我的辛苦，如今也只是依照旧例办。各位姐妹，请坐吧。谢夫人。上茶。姐姐，这是我给你备的贺礼，恭喜姐姐。虽说王后不能立誓，但是王后的应签孟昭氏已经侍寝，按理说，这后宫设宴应该请她一起。姐姐说的有理，他们来不来是他们的面子，我们请不请是我们的本分，免得让人家以为我们这边分帮分派似的。我给魏夫人说了，可她说处女休想再翻身了。王后身边那几个应女被扫地出宫，那是迟早的事。不到最后尘埃落定，一切预言都为时过早。恭贺夫人重掌后宫。恭喜夫人。还不快把门关上！姑姑，外面在闹什么呢？今日风大，外面树叶被吹得哗哗的。珊瑚，去把窗子关上。是。王后，时候不早了，早点歇息吧。姑姑又何苦要骗我？宫里本来就是如此，攀高踩低的。别说那些嫔妃们，就是内侍婢子们，跟了得了势的主子，即可耀武扬威；跟了失了势的，马上抱怨连天。从小到大，我在储宫里看得多了，只是没想到会轮到我头上。王后别急，还有不到2个月，胎儿就足月了。只要您能生下一位小公子，这后宫还是你的。哪有那么容易？
2个月，足够宫里风云变化几回了。王儿落地前，大王若仍恼怒于我，就算这孩子生下来，也不会讨大王欢心。现在想想，芈月当日拦着我，也真是一片好心。芈月呢？她怎么没来看我？平日里我有什么事情，她都在我身边与我商量的。哦，也是。大王不让任何人进入教坊殿，也把月妹妹挡在外头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玳瑁姑姑，这是王后赏给你的。这不年不节的，王后何以赏我？孟昭氏，你是王后的陪嫁应女，自你到秦国，王后一直把你看成心腹之人。论亲疏，芈月是王后的亲妹妹；论容貌，那景氏也不输于你。可王后还是选中你首先为大王侍寝，可见她对你的器重。是。因此，你与王后一荣俱荣。眼下王后正受挫折，身处困顿，正是用人之际。你要用心好好服侍大王，让大王对王后回心转意。王后对臣妾恩宠有加，臣妾定不辜负王后。大王，大王，芈月有一事不明，要向大王请教。说吧。芈月听说，咸阳有一女子，在家是好女儿，在外是好媳妇。有一日，娘家人和婆家人一言不合，动手打了起来。都喊那女子帮忙，弄得那女子好生为难。大王，可有处置的办法？若那女子想做婆家的好媳妇，就该一心帮着婆家；若她想做娘家的好女儿，那就休婚，回娘家去吧。难道就不能两全？不能。也没有是非对错？当然有。那谁对谁错，谁来评判？那就要看谁人说，对谁说。怎么说？哦，我明白了。大王，芈月为了王后的事情，已经往大王的承门殿跑了好几次了。那小丫头倔强，但对王后倒是忠心耿耿。既然如此，不知为何王后安排身边的应女侍寝，却从来没有芈月。谁都能看得出，芈月的心思不在这里。回去替寡人传旨，把楚国那些被俘的将领们都放回去吧。是。哎，你这是把寡人往哪里带的？大王要去哪儿啊？是你把我带到这里来的。大王日日忙于公务，难得到园子里转一转。前一阵儿啊，这儿的菊花开的是要多好有多好啊，眼下呀都快开败了。拜见大王。免礼。你们在做何事？今日是吉日，臣妾特地沐浴更衣焚香，前来采集花草，以供奉在臣妾房中神龛面前。
替大王和王后祈福。为寡人和王后是。都祈了什么福啊？大王英勇神武，威冠群雄。王后贤良淑德，风华绝代。臣妾想祈求上苍的神灵，保佑秦国风调雨顺，保佑大王和王后恩爱和睦，更要保佑大王即将出生的嫡子康泰平安。只是祭祀祈福要有虔诚之心，你这花红柳绿，只怕诸神会怪罪。你还是洗净脂粉，重新沐浴更衣，再做吧。姑姑，您看我舞的如何？你这剑是打哪儿来的？是魏少使的儿子公子撞的。你拿人家东西干什么呀？是公子撞他丢弃的，我在草丛中捡到的。你看，都生锈了。呼，嘿，吼，呼。好久不见主人，思念得很呢。他是思念草原的风声，旷野的辽阔，想让我带他出去。你不会真的想要离开这儿吧？我一直打算，只要找到幕后真凶，报了仇就走。可直到今日，一事无成。眼下舒姐姐又有磨难，我自然更是走不了。所以你郁闷得很，就来找他了。你说我该怎么办？事事都毫无头绪。你有难处，何不去求我父王开恩帮忙？世上可以欠钱，但不可以欠人情。大王若是开恩，我两手空空，无以回报。你是王后的陪嫁，你可以侍寝呢。父王可以给你名分，为你遮风挡雨。你知道我心里有人，虽然他已经不在了，可他一直在我心里。树上的叶子已经开始发黄了。孟昭是这个无用的东西，奴婢花了那么多钱疏通，他好不容易见了大王，竟然几句话就被大王打发了。这事怪不得他，大王本来就对他淡淡的。大王的心思太难猜，难也不难。大王看重心思聪颖，胜过脸蛋俊俏。后宫中像芈月那样的女子，凤毛麟角。只可惜芈月不肯，不然大王那边……王后诧异，幸亏芈月不肯。王后想想，要是芈月肯了，王后会真的高兴吗？我有什么高不高兴？肚子里怀着大王的嫡子，却被禁足在此，见大王一面，都成了奢望。好在幕间隔三差五的替大王来问候，那只是例行公事。大王并非儿女情长之人，人不见，情就更淡了。示威示威，胡不归呀？谈何容易？相位在那边等待先生已久，魏王已经在边境调派人马，随时准备迎候先生入魏。先生还在犹豫什么呢？我和秦王虽然意见相左，但我仍然是秦国的大良造，怎可轻言离去？不求封百里侯，但求展平生愿，
先生与商鞅皆是百年难遇之奇才，有其可居于一国一域、一人一情呢？纵观列国数百年风云，有几个国君真的能够以国相托？其有管仲，但管仲之后再无管仲。秦得了一个商君，不会再有第二个商君了。大丈夫伸展才能，改天换地。先生与其在秦国与秦王论短长，莫如回魏国，与秦国争短长。你回魏国，替我转告魏王，多给我一些时日，容我筹划。大王，嬴夫人派人送来了急信。明日，寡人要去北郊行宫，你就不用跟着去了。是，大王。还有，去告诉魏夫人，寡人会在嬴夫人那边住上几日，后宫之事就交给他吧。是，大王。姐姐，妹妹来了。姐姐，你听说了吗？大王出宫了。母亲刚才来过了，说大王去了北郊行宫，要在那儿住上几日。眼下王后被禁足，大王又不在宫里头，你去给永相令景离传个话，就说让他该干什么干什么。妹妹明白。你们快些收拾好了，就准备午膳吧。再有多半个时辰，芈月就该回来了。好。给我拿下！你们想干嘛？魏少使之子公子壮丢失了一把宝剑，魏夫人命人彻查，终于发现了行窃之人。大秦有秦律，秦宫有宫规。在下只好不客气了，带走。你们干嘛？干什么呀？你们干嘛？哎，放开！不，小冉，带我！放开我！放开！小冉，带我！小兔子！老这是芈月所住之处，无论何事，只有王后才有权处置。你们魁国！大王要王后静心养胎，他什么事也管不了。如今呢？是魏夫人奉旨主持后宫。走！不行，小冉！快去找芈月！快！星如许，明月如初，前尘往事从何起数？心有情丝万千言书，却生得一缕孤独。春花开谢，秋草又枯，盛衰荣辱，如何细数？你水暖，为谁寒？换不回一人入。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，却怎么
咫尺天涯陌路，去心诉，痴一度，去情再相负。愿为你平静柔情傲骨，望尽相思红颜凋零处。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，爱如心，恨如骨，生死再相。